OK， 所有人集中。OK， 好 ，ready。Go！ 1、2、3、4、深啲。6、7、8、9、10。再嚟1、2、3、4、5。喐身多啲。8、9、1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開大啲。攞前啲。到。時間係我睇到，係慢嘅。如果計距離時間148，1分48，係啊。咁唔係快咗咩？有風有水流向出嘅，啊，咁你係好似逆水行舟係慢好多嘅，用嘅時間會多咗，呢個係必然。1分48唔係快過之前咩？唔係啊，最初好似155定150咁樣。但係而家係齊人喎。係啊。1分50幾係得我哋7個嗰陣。比賽係會有咁嘅情況。嘔啊！唔玩啊！再玩掟支高鋪落海啊！雖然我咪嘔咗，但係我都會陪大家完成最後一次嘅練習。Let's go！ 喂，比賽前拉屎一個300米練習，拉屎㗎啦。Go！ 1、2、3、4。但係其實我哋都係最後有一個同一個目標，一齊向前嘅時候，我哋就會7個一齊努力咯。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俾我哋認真去做一次贏呢個運動咯。OK， 時間129，1分29秒幾，快咗20秒啊，接近，係啦。食完19號一定唔會腫，攞埋冠軍。興奮㗎，今日係亢奮。今日係好 high 啊，其實。係啊。你哋有冇爭勝嘅決心？有啊。喂，齊啲。3、2、1，有。好，早晨，所有嘅隊員。早晨。今日啦，真係做一個叫做成績表啦。最後出嚟嘅成績係幾多咧？係你哋過去嘅練習得出嚟嘅一個結果。全日嘅比賽最緊要係一條心。前面阿哥頓同埋阿 Carl 係啦，兩個咧帶住嗰個頻率節奏。咁我哋後邊咧就係一路 support 住佢哋去做呢樣嘢。每一個坐位1、2、3、4、5都係好緊要。所有嘢我鼓手、舵手，仲有 B Sir 坐喺度，其實就幫緊你哋去協調晒所有嘢。你哋好放心去做你哋做嘅嘢得㗎啦。好 OK？ OK。1、2、3 ，Spotlight Fever！Let's go！ 加油啊！第3線 spot。終點嘅，攞終點嘅，頂住啊！頒獎台等。係勝利嘅節奏。喂，嚟啊！我 feel 到啊！係啊，係呢個。我今日啲水同我哋好 friend，我 feel 到。再入咗領先 ，Go！ 抽爽啲一齊。齊啲！作戰啦嚇！我就嚟。好 ，Are you ready？ Yes！ 第10場小明邀請賽，第3次接棒。你哋嚟到係做啲乜嘢？攞冠軍！好，準備，Attention！6、7、8、9、10、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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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8 10、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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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 10
第二。Good job, good job. Yeah, good job, guys. Yeah. 而家你哋要去咩嘅比賽啊？金杯，3、2、1，金杯！咁但係佢哋去到最後100米咧，反而係仲有力可以加到上去，好齊整，好有力嘅。呢個應該俾你啊！帶隊啦，你帶隊啦！ 1、2、3。 Spotlight Fever！ 多謝 BTV， 多謝 Make Up Music！ 記得睇99台，10多年繼續向前。我自己啦，我以前嘅隊員啦，同埋佢哋依家啦，咁大家都共同進退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咧，又好有呢個，即係我好中意呢樣嘢咯。第一場我哋任務完成，下一場金杯賽我哋 Let's go！ 今場咧，總之咧係所有隊伍咧都好勁嘅 ，OK， 好有實力嘅一啲嘅以往有好有經驗，包括我哋係啦。到時咧一個起步之後咧，通常佢哋有機會喺我哋前面或者喺左右係好大壓迫感嘅，啊 keep 住爬都係好似喺側邊一邊咁樣，啊有機會我哋會落後咗。咁但係有咁嘅情況咧，唔好自己打亂自己隻腳，啊我哋要保持翻我哋自己嗰個齊整度，知道一次都要做好我哋準確一齊劃水。 俾多少少嘅 target 你哋就係，我哋要快過上一場嘅時間。好 ，OK， 我哋想係1分33，今次我哋起碼1定33之內，咁你已經超越咗你哋自己㗎啦。冇錯 ，OK， 有冇？有。呢場可能有機會真係你人生最後一次拍龍舟。最後一場我會攞埋個頭3名㗎啦，應該。第28場小龍金杯賽第1次召集。嚟啊，最後一場啊嚇！最後一場咯！第二個可以啦，1、2、3，加油！加油！下次可以之後會留張飛俾我啊，記住我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多謝，多謝。最後一次啊！喂，準備好未？準備好。有冇？有冇？1、2、3。See you。記住，心掌第一下要兇狠啲去做，係啦，一齊數1、2、3去到30。第7線集中，冇周圍望。前啊，keep 住向前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、2、踩前啲，踩前啲，8、9、30，保持，伸長9，伸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8、9、10。有啊！贏！好，2、8、9、10。
獎嘅時候，無論好，我哋而家同公佈大家頭先攞個名次啊！最終見到你哋得到嘅係第4名啊！大家好，我哋係 Sport。大家記住留意我哋嘅新歌反話。今次係好感受到我哋有同一個目標去衝，所以贏咗係好開心，會令到我哋更加團結。其實真係好少機會可以我哋7個人咁團結去完成一件表演以外嘅事啊！呢個係我覺得今日個團文簡直係大爆發，辛苦晒啦！咁多位，我哋做到我哋預期之外嘅嘢啊！多謝你哋嘅 ，OK， 係啦，多謝你哋。俾個機會我去教你哋㗎啦。thank you 㗎啦。咁呢個我哋值得研究嘅。Thank you。喺條城門河再見啦。我哋有緣再見啦。多謝 Sport 嘅所有隊員，佢哋真係好辛苦，係啦，又日曬雨淋，又每一個當中都好努力，令到佢哋對於龍舟呢一個活動可以多啲掌握，多啲感受，啊，令到佢哋可以中意龍舟呢樣嘢。即係我就應該做啱咗嘢啦咁樣。冇諗過我哋真係贏咗啊！講真，到而家我都仲未有辦法相信啊！冇諗過我哋真係入到金杯賽啊！仲要有名次添啊！所以千祈唔好睇小我哋 Sport 新丁嘅潛力，我哋未來一定掂啊！掂啊！喂，我哋之後仲有上山下海迎接各種嘅挑戰喎。總之我哋 Sport 第一單作超額完成 ，Sport 3。